近期國際金銀市場行情震加劇，短期價格波動頻繁，為投資者進行交易帶來一定成本同風險控制壓力。金明中國為持續優化投資者嘅交易體驗，切實降低客戶嘅交易成本，同時有效應對國際貴金屬市場嘅極端行情波動，保障交易嘅穩定性同流暢度，已經喺8月3日正式完成現貨黃金、現貨白銀嘅點差優化調整，透過更優質嘅交易機制，協助投資者把握市場機遇。金明中國今次嘅點差調整，精準對焦投資者嘅核心需要，在配合市場流動性規則嘅基礎之上，進一步收窄交易價差，大幅減少客戶每筆交易嘅手續費消耗，有效降低頻繁交易、波段操作之下嘅成本累積，盡量擴大獲利空間，令客戶嘅投資交易性價比更高。與此同時，今次點差調整專門對應極端市場行情，平台透過優化報價系統同流動性配對機制，有效避免行情大幅波動嘅時候出現點差異常浮動、報價延遲等狀況，確保交易報價公平合理，成交過程穩定，為客戶嘅持倉、止盈止損操作做好風險防護，同時兼顧低成本同高穩定性兩大優勢。一直以來，金明中國都將合規穩健營運作為核心，不斷更新交易服務，改善交易規則。今次點差升級，係平台專注貴金屬交易領域，提升服務實力嘅重要舉措。日後，金明中國會繼續跟隨市場變化同用戶需要，持續改良交易系統，為投資者提供成本更低、更穩定、更專業嘅全球貴金屬交易服務。